到这位小姐因为食一顿饭，航空来隔离，住防疫旅馆，搁爱家己出钱。我能不能住在我妈那边的独栋透天？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省了这笔开销。结果他当下跟我说不行，这就是规定，一定要直接先付。屏东县这位查甫人做工课时，可能还较真正有密切的接触，爱家己出钱住伫防疫旅馆。采检是阳性，你的所有的诊疗费用、采检费用、隔离费用、治疗费用，政府帮你买单，对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，这一条政府不帮你买单。立委接到民众投诉，密切接触者航空来隔离，除了台北、高雄住防疫旅馆免钱，其他的县市一切是阴性，一个人一间居家隔离，含专案公费住检疫所免钱，住防疫旅馆一天1500到7000，对民众来讲是一个负担。自费的规定会可能导致让很多民众不敢扫10连制，因为公益而去做特别的牺牲，所以其实非常清楚，有特别牺牲就是要补偿。虽然目前各地方政府针对中介收入后大防疫旅馆有补助，不过立委感觉也无够，都要看中央敢有法度倒出钱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